亦或者你都會記得咧，我哋喺多位嘅前任嘅財政司司長咧，係有一位叫做梁錦松先生嘅。咁佢當年咧就佢嘅財政預算案咧就引用咗一支流行歌曲嘅歌詞。雖然當時好多人唔係好認同嗰個財政預算案嘅內容，但係佢引用個歌詞係俾到好多人咧有個清新嘅感覺，甚至有人認為係真係達到咗個歌詞所講嘅，令到香港人有一種同舟共濟嘅想法。今天我哋嘅財政司司長喺今年嘅預算案同一樣係引用咗一首流行曲嘅歌詞。主席，我唔敢講佢或者佢個寫手係東施效顰，但係佢引用呢句歌詞咧，實在不但只係不恰當，仲係令到好多市民咧係感到喺傷口上撒鹽嘅感覺。即係呢兩句歌詞就係話，你有你嘅生活，我有我嘅忙碌。我唔知道司長有冇聽過呢首歌？呢首歌歌名叫《天各一方》，其實講嘅就係兩個戀人，其實喺重重阻隔之下，互不相干咁生活。司長係咪想講明，其實佢嘅理財嘅理念同香港人嘅期望係天各一方咧？係嘅，不如簡單咁承認咗佢，唔好轉彎抹角。主席，好多人都嘲笑我哋嘅財政司司長用呢個咁嘅歌詞作為呢個財政預算案嘅引子。有啲人就會應對就話，其實佢應該講嘅就係你有你水深火熱，我有我死守糧倉。主席，呢啲咁嘅感覺，你係唔可以怪市民嘅，因為今日我哋嘅特區政府係坐擁7340億嘅財政儲備，相信係全世界都令人妒忌嘅一個數目。如果你睇返曾俊華先生過去咁多年嘅表現，你會發覺每一年差唔多傳媒都會話曾俊華司長又估錯數，年年估錯數。主席，到今年其實已經開始令人感覺唔係估錯數，而係一個極之不負責任嘅理財嘅哲學。如果你可以講係呢個係哲學嘅話，我哋睇睇啲例子。主席，08、09年當時嘅估算係有75億嘅赤字，結果有1156億嘅盈餘，儲備係4849億。09年至10年，司長叫做幾接近，但係佢仍然都係估算399億嘅赤字，結果係只係得49億，儲備係4880億，冇改變。但係去到2010年，司長係估算有252億嘅赤字，結果係有190億嘅盈餘，而儲備咧係跳升咗到5082億，相等於18個月嘅開支。1112年估算係39億盈餘，結果係713億，儲備更加進一步跳升到5916億，相等於23個月嘅開支。舊年估算係34億赤字，結果係667億盈餘，儲備亦都跳升到6621億。今年我頭先啱講咗個數字，由49億嘅赤字跳升到649億嘅盈餘，而家我哋都高達7000幾億嘅儲備。主席，你難怪我哋嘅同事會認為應該用拉布嘅方式
去迫使政府去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同埋個人派1萬蚊。因為既然政府唔履行佢應有嘅政府嘅責任，為我哋香港市民作出長遠嘅規劃，政府收稅嚟做咩呢？收埋嗰7000幾億，係咪益咗啲投資基金嘅經理？呢啲錢永遠都唔會用喺市民嘅身上嘅話，不如派咗佢冇咁嬲啦。主席，所以我哋有同事要用極端嘅拉布嘅方式去迫使政府呢係去派錢呢，我係唔認同，但係我可以理解。主席，環顧今年嘅財政預算案，你話了無新意呢，其實都係俾面咗財政司司長。佢嘅因循守舊嘅模式呢，實在係令人吃驚，係完全絕對冇新嘅思維，冇新嘅建議。要做嘅佢唔做，最多就成立一個委員會研究小組，拖你1年半載。而家我哋已經係委員會治港，所有嘅議題都係委員會處理。我唔知要我政府要個特首或者要個財政司司長嚟做乜，索性係要用個個唔同嘅委員會去處理嘅政策咪得咯，使乜要特首啫？使乜要財政司司長？所以有同事話要修訂嘅財政預算案，削減佢哋嘅人工，我覺得係絕對咧係理解嘅。我哋出咁高糧俾佢做乜至得㗎？如果佢乜都唔做，淨係識成立呢個委員會。主席，今次嘅財政預算案可能唯一嘅突破咧，係一個令人痛心嘅突破。呢個突破就係話，政府話要成立一個所謂尖子獎學基金，真係令人吃驚嘅。講咗出嚟咧，全城譁然。因為司長建議咧係撥款4億8千萬成立一個獎學基金，保送呢啲尖子咧去外國修讀，唔係去進修，主席，唔係去修讀一啲科目係對香港有即時長遠嘅貢獻，而係要佢哋進修英文同埋幼兒教育，每年要提供2400萬，送20個尖子去做呢樣嘢，翻嚟咧係任教2年。主席，我真係唔知邊啲人為司長出呢啲咁嘅鬼主意，連新民黨啊，佢哋自認為出呢個主意嘅，都唔認同呢個建議嘅。佢都話政府係學一啲唔學一啲，甚至乎係偷換概念。其實呢個好簡單嘅道理，主席，我哋講緊係尖子。既然係尖子，根據嘅定義，點解要規範佢要學英文呢？要學幼兒教育呢？會唔會有少少大材小用呢？仲有花咗幾千萬送呢啲人出去，翻嚟只係教2年書，回報係咪低咗啲啊？要求係咪低咗啲啊？花呢幾億元，其實係咪用得其所呢？主席，呢個咁嘅例子其實係凸顯咗咧，我哋嘅管治質素，或者我哋嘅財爺嘅能力係去到邊度？其實有好多可以做嘅、值得做嘅、可以改善我哋嘅教育嘅制度嘅、可以造福廣大市民嘅嘢，政府好容易做嘅，但我唔知點解新民黨叫佢送尖子去外國讀書，佢就接受；公民黨要佢增加大學資助學位，佢又唔接受啊！主席，呢個真係百思不得其解嘅。我哋立法會其實有廣泛共識，要求呢個特區政府咧係設立15年免費教育。呢個係梁振英先生選舉嘅時候，佢都認同嘅。但係結果係點咧？只係成立一個研究委員會。至於我哋話要求增加大學資助學額，我哋嘅建議就係話每年18%嘅大學資助學額，可唔可以增加到25%咧？呢個係一個好溫和嘅要求，粗略咁計算，
每年嘅資助學額咧就會由1500個增至到19000，對唔住，15000個增加到19500個。平均以每個學生係23.3萬元計算咧，只不過每年額外嘅資源咧係41.9億嘅啫。主席，前年政府向每名市民派6000蚊啊，就已經用咗360億啦。我哋講緊嘅係每年用多40億，你除一除計咧，其實360億都夠用9年啦。就算你話呢個會增加我哋嘅經常性開支，咁又點咧？40億喺一個3000幾億嘅呢個財政預算案裏邊，係一個好細嘅比例，而可以造福嘅係好多人，可以令到香港嘅社會嘅質素係增加。點解一個咁淺而易見應該做嘅嘢，財爺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大家都認同香港現時係有一個青年人上流嘅嚴重問題出現，呢個就算係曾蔭權年代政府都承認嘅，我相信梁振英都唔可以唔承認嘅。既然我哋有一個迫切嘅流動力嘅問題存在，最根本嘅處理方法就係增加我哋嘅市民嘅教育程度，幫助特別基層有需要幫助嘅學生，去增加佢哋喺社會貢獻嘅本錢同埋質素。點解唔做呢？點解要花嗰幾億送所謂20個尖子去學英文呢？主席，呢個真係我覺得冇社會咧係會認同一啲咁樣嘅無聊嘅想法。主席，如果呢個政府係有咁多呢個盈餘，但係漠視一啲水深火熱嘅市民嘅需求嘅話，確係難怪有人覺得大家係天各一方。主席，我引用你一個例子，我留意到梁耀忠議員呢喺呢個低收入家庭補貼嘅問題度呢，係提及到要求政府酌情提供援助，例如係提供眼鏡俾清貧學生。主席，當我睇到呢個問題嘅時候呢，我真係爭啲喊咗出嚟，因為喺我第一年當議員嘅時候，04年嘅時候，我喺報紙寫咗篇文，去慨嘆我哋嘅基層嘅兒童眼鏡都冇得戴。當然政府係毫無反應，但係都觸動咗一個有心人，佢接觸咗我哋嘅辦事處，願意提供一筆唔少嘅數目，去提供俾100位低收入嘅兒童，俾佢哋免費配眼鏡。當時佢呢個行動係令我非常之感動，我以為因此政府會有個啟示，一個普通香港嘅市民，一間小商店嘅老闆，佢都願意做呢樣嘢。點解我哋嘅政府歷經9年，仍然係當呢個問題不存在？即係當梁耀忠議員提出呢個問題嘅時候，我真係覺得作為香港嘅市民，係咪真係搞到無望呢？大家係咪真係天各一方呢？咁簡單嘅嘢，所涉及咁少嘅錢，政府都係做來做去做唔到嘅。主席，你可能會覺得喂，呢啲係咪瑣碎咗啲咧？湯家驊主席，我所講嘅係一個根本嘅理財嘅態度，一個根本嘅管治質素嘅問題。由小可以見大，由淺可以見深。呢個財政預算案裏邊，我係睇唔到有任何嘅建議係值得我哋鼎力支持。相反，政府唔做嘅嘢係令到我哋非常之痛心。咁樣嘅財政預算案，我哋係冇可能支持嘅。多謝主席。